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一只鸟会当换一只牛，你敢要信？1960年代小饲鸟仔的时阵，真正是安尼。迄当阵真侪人饲，拢想要饲鸟仔趁钱。其实这毋若发生一摆，是几若摆。毋过落尾，真侪人投资饲鸟仔，拢了钱。是安怎安尼？今日咱来讲小饲鸟仔的时代。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，讲有大学生互人骗去饲鹦哥，结果鸟仔饲的找无头家来甲买回去，剩一堆鸟仔互伊。这互我想到陈明仁老师捌写过10姊妹记事，讲伊细汉大的庄头，有一天来一个人甲因饲鸟仔趁钱，头起先也无啥有人要信，后来变做规庄的人拢缀去饲鸟仔。当然这互人说脚气，钱无趁到，敢若剩足侪鸟仔。这听起来像一个庄脚故事，毋过相同的代志伫台湾毋若发生一摆，而且是为都市到庄脚，为坐办公室的公务人员、老师到做田人，拢总捌饲鸟仔了钱。还有人摕真侪钱去投资，结果嘛拢无趁回来，实在是一段真特别的历史。故事先为日本讲起，饲鸟仔来算来看水，是伫日本自古早就有啊。后来开始进口外国鸟仔，饲这珍贵的外国鸟，变做是日本人身份地位的一款象征。特别是饲金丝雀，迄当阵的人就知影，为荷兰、英国为遐进口金丝雀来到日本，佮互因甲当地品种交配去甲改良。本地饲鸟仔是兴趣，到1920年代的时阵，伫日本的庄脚较歹趁食，遐的做事人怎啊甲饲鸟仔当做会当趁外路的副业，真侪人走去饲鸟仔，甚至有庄头是规庄专门咧饲鸟仔，也嘛有做事人小饲鸟仔，别项代志拢无要做，甲祖产卖掉去买鸟仔。日本人爱饲鸟仔这款风气嘛传来到台湾，头起先是日本的生理人甲一寡因改良过的样鸟，像金丝雀、文鸟、10姊妹、青猪仔，拢运来台湾卖。其实台湾人本地嘛有咧饲鸟仔，毋过较介意鹦哥、乌喙鼻啊、灰鼻、白头壳啊这款。日本人怎甲因销卖出去的鸟仔？足侪品种送来台湾，豆豆啊，伫台北华阳路遐的鸟仔店，就开始卖青猪仔、古鸟这款伫日本嘛咧死行的鸟仔。迄时日本政府嘛捌讲过，讲台湾的气候是比日本更较适合饲鸟仔，意思嘛是鼓励大家会使饲。迄当阵有一个台湾爱鸟会，捌伫台北办过一场真大的展览，展示遮的样鸟仔。甲一寡台湾本地较珍贵的鸟仔类，迄时伫迄个展览会，一只鸟仔的介绍就画甲足悬啊。豆豆啊，台湾人开始饲日本鸟，毋过日本人嘛来台湾找珍贵的台湾鸟仔，运转去日本卖。有一任的台湾总督，伊要转去日本进前，买差不多100多只台湾的鸟仔转去，包括像长尾山羊这款珍贵的鸟仔。所以有一阵啊，真侪日本人来台湾找遮珍贵的鸟仔，摕转去日本卖。伫战后，台湾嘛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小饲鸟仔。迄当阵1960年代，经济也毋是真好，拄好是农业社会要转型的时阵，真侪人甲饲鸟仔嘛是当做趁外路啊。头先是有几十个爱饲鸟的人。因成立一个台湾省饲鸟协会，
这个协会伫小饲鸟仔的时阵，3年内为10几个变做4000外的会员。后来统计是讲，小鸟仔的时阵，全台湾有饲鸟仔来卖差不多有7万几户，内底佫是军人、公务人员、老师上侪。后来才豆豆仔为都市嘛传去到庄脚。头一批主要饲的是10姊妹，甲一寡文鸟、金鸟这款样鸟。原因是迄当阵传讲有外国人、生理人要用足悬的价数来买这的鸟仔，因为因需要有人甲因饲鸟仔，佮加上有一寡鸟贩仔咧炒，所以互一定毋捌饲过鸟仔的人，因嘛想要饲鸟仔来趁钱。鸟仔的价数是哪炒哪悬，上贵的品种叫做金净，伊的身价中差不多有50-60倍。若摕迄当阵的物价来算，迄只鸟仔的价数就会当去买一只牛仔。就像日本时代政府讲的，台湾适合饲鸟仔，因为台湾是亚热带，寒人较袂寒，真适合饲金丝雀、金鸟、文鸟这款会当外销的鸟仔。比较起来，日本、荷兰也是欧洲遮的主要嘛是咧卖鸟仔的国家。因寒人就爱佮甲遮的鸟仔大的所在加热，互因保持一个温度，所以因的鸟仔咧生团的速度嘛甲台湾袂比近。台湾的鸟仔差不多规年拢会当生鸟仔囝，年头若饲一对鸟仔，到年尾就会当变做10对，甚至佮较侪。而且饲鸟仔较无需要真济空间，一间房间会当放几十箱的，而且鸟仔的饲料成本是较低，所以一般的家庭就拢会使饲鸟仔，会使甲饲鸟仔当做副业。苗栗公馆因上早饲这款鸟仔的是一个叫做区建栋的人，鸟仔价差甲足悬的时阵，迄当阵真侪人咧看的《丰年杂志》，佮请区建栋来写文章，特别替伊开一个饲鸟仔的专栏，伊负责介绍安怎饲鸟仔。鸟仔若破病要安怎，也佮写一寡饲鸟仔的知识，甚至迄时电台逐工暗时拢会报这鸟仔的介绍，所以厝内若有办法的，因拢会饲寡鸟仔。毋若卖鸟仔，是卖鸟猪仔、卖饲料的，遮的生意嘛拢变好。伫苗栗遐，佮有真侪妇女，因去学用稻草来做鸟仔绣。嘛是小工会当来趁外路啊。问题是这看起来敢若有稳赚卖了的行业，是需要有迄个外销的通路。因为鸟仔咧生是足紧的，所以产量若超过市场需要，真紧就会有问题。外国人的资金无去，全台湾的鸟仔价怎就随放去啊？真侪人若无通外销，佮加上迄趟有一个真大的风台。遐的设备拢害了，鸟仔嘛拢死去，所以损失真大。落尾遐的鸟仔若毋是煮来食，就是放生去。迄阵风台了，佮过无几冬，小工要是1960年代的时阵，换做时行饲金丝雀。即摆较无小工的是有甲外国公司签合约，台湾省饲鸟协会甲一间美国公司因签一个长期产销的合约。对方伊用统一的价数来买台湾饲出来的金丝雀，这间公司本地是甲日本人买，毋过日本人后来无爱饲，也是价数讲袂好，怎换来台湾？台湾饲鸟的人就去开始饲啊。台南迄个所在，因为伊的气候佫较适合饲鸟仔，鸟仔嘛较袂破病，所以迄当阵全台湾有1/3的鸟仔拢饲伫台南。有的人是投资袂少钱去起一个互鸟仔会当大的所在，伊的规模有为几百箱的到几若百箱。伫迄个年代，金丝雀的生理嘛较无共款。本地人若饲金丝雀，主要是要听伊唱歌。市面上咧买卖主要是拢会讲的鸟仔，价数无俗。后来因为要饲的人足济，所以变做买的嘛有价数。伫市面上嘛真侪人要买，刷落来是即个美国公司怎改变因买鸟的方法，
因无阁派人去各县市有鸟仔的所在去买鸟仔，是要求大家饲鸟仔的人拢总爱甲鸟仔送来到台北。这对伫中南部咧饲鸟的人都足麻烦啊！迄当阵要运遮的鸟仔是真大的工程，而且因阁有规定讲，遮的鸟仔的膝仔下骹拢爱断因啊。鸟仔检查合格才要买，若无合格就退断尔。过来，遮饲鸟的人上不满的是，饲鸟协会因规定讲，逐只要外销的鸟仔骹拢爱挂一个骹环。也若无挂，就无要收，而且佫会处罚。真侪人是认为这是饲鸟仔协会佫要当趁一手，而且挂骹环嘛会互鸟仔较歹活落来。豆豆大家佫看行情无遐尼好，佫加上拄着禽流感，落尾遮个人嘛拢无趁着钱。台湾金丝雀王国这个名换着豆豆无去啊。咱为日本贵族饲金丝雀开始。到伫日本时代，台湾人都会咧饲鸟仔，佮到战后有10姊妹的事件，甲金丝雀王国，这连续小饲鸟仔的故事是一摆搁一摆，头先拢是饲兴趣的，过来变做会趁钱，真侪人就去投资，想要趁外路啊，到落尾大部分的人拢无趁着钱，剩一堆毋知要掠去倒的鸟仔。即摆饲鹦哥的事件嘛，甲中国小饲鸟仔的市场有关系。只不过即个市场无稳定，是一个风险真大的生意。大家若对鸟仔有兴趣，进前我嘛捌讲过饲粉鸟比赛，这段有写伫来去百货公司坐牛郎这本册内底。这本册有电子册甲声册，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会当先去节目的网站。试看也是试听看卖，连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。今日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有任何想法甲意见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若介意这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5粒星、留话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